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講下藍寶石同埋藍寶石嘅產地。首先，藍寶石同紅寶石一樣，都係屬於剛玉家族。喺呢個家族入面，除咗紅色嘅叫做紅寶石之外，其他所有顏色，無論係藍色、粉紅色定係黃色，一律都會統稱為藍寶石。而最頂級、最受歡迎嘅藍色，行內人通常會叫佢做皇家藍 （Royal Blue） 或者矢車菊藍 （Cornflower）。藍寶石嘅硬度同紅寶石一樣咁高，有成9度咁高，僅次於鑽石，非常之襟磨，日日戴都絕對冇問題。講到原產地，第一個一定係要講傳奇中嘅傳奇，即係克什米爾 （Kashmir）。呢度出產嘅矢車菊藍藍寶石係全世界公認最頂級嘅，有一種好似絲絨咁嘅獨特質感。不過個礦區一早已經絕跡，市面上極之罕有。第二個最出名嘅就係緬甸，呢度出產嘅皇家藍藍寶石顏色好濃郁深邃，質素極高。跟住就係斯里蘭卡，以前叫做錫蘭，呢度嘅藍寶石顏色通常鮮豔啲，透明度同火彩都好靚，而且產量穩定，係目前市場嘅主力。再講喀馬達加斯加，呢個係非洲嘅新興重要產地，有啲頂級貨色嘅質素，絕對拍得住克什米爾同緬甸之。最後仲有澳洲同泰國出產嘅藍寶石，顏色通常會深啲，帶少少墨藍色，勝在性價比夠晒高。最近呢幾年，頂級藍寶石喺拍賣場上依然係爭崩頭。呢度就係最近呢幾年蘇富比拍賣行嘅結果，大家可以參考。到最後，大家如果有關於紅藍綠寶石嘅疑問，亦都可以 DM 我。希望大家 like and share 我嘅頻道。今日嘅分享係咁多，拜拜。